高雄林园的安乐楼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，休困日袂少有游客来遮参观。其当也传出讲，这栋楼啊厝内有这阿摩陀甲泰鲁落落来，险险啊就去击着人。里长也怀疑讲是因为前一阵啊做风台，目前暂时先放这塑胶笋警示，也提醒民众要去就要注意。为林园北路巷仔内入去，这栋老厝中央的楼梯看起来真特别，伊叫做安乐楼。过去是酒家，有打马8档历史。毋过即马建筑外观拢害了了，毋若更紧看现，涂骹四界拢是红毛涂甲灰仔。则是透早有居民行过，才发觉哪会有红毛涂甲灰仔落去涂骹，甚至差小看到撼到人，实在真危险。为了安全性，它应该要做维修啦。有时候瓷砖你一定要对啊，比较安全，不然也是会有游客。改成我袂熟悉个有啊，改成日本时代个有啊，当然讲遐是酒家安尼。安乐楼是1939年起的，捌是日本军官的俱乐部。过去因为戏剧170捌来遮拍片，休假日吸引侪游客来翕相。毋过，这栋老厝当期是无人住嘛，无人整理。里长表示讲，过去毋捌有灰仔落去，怀疑可能是一几阵啊风台天，老厝袂堪得，地势红毛土拢落落来。没有第一次，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前2个礼拜下大雨，台风造成那个土石松动，180之后就假日会有很多游客。然后我是在想说，现在这暑假可能也会有家长带小朋友来。文化局证实，林园安乐楼目前毋是文化资产，是私人的老厝。里长表示讲，因为安乐楼的地主有真侪位，才无法度随家厝拆掉。目前已经先放塑胶笋，后续厝主嘛会挂红布条，提醒游客来遮参观，注意安全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